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4月8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来读以赛亚书第3章1到15节，失序的国家。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金句：不错，耶路撒冷要垮了，犹大要崩溃了。他们所说的话、所做的事，没有一样不违背上主。他们公然侮辱上帝。以赛亚书3章第8节。经文摘要：上帝除掉人所倚靠的水和粮食，以及精英领导的阶层。上帝也要出庭来审问这些长老领袖们。经文我们来看，先知要以色列人，他们不要倚靠世人及世上的一切事物。他预言上帝要除掉这些有能力还有领导的阶层。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，领导阶层的人将要被逐出，那似乎特别暗示亚述帝国的侵略。当时候的社会情况，上阶层的人很富有，充满自信，但是呢，亚述的威胁已经迫近哦。本段论及耶和华要除去众人所倚靠赖以养生的这些的食品，使他们晓得唯有上帝是生命、粮食、水的供应者，更是废除他们所倚靠的领袖，因为一切的领袖皆不可靠。所以百姓呢，要觉悟，唯有耶和华是他们所倚靠的。那先知就看到这些百姓面前的危机，所以心中非常的着急。人们过度倚靠自己，靠着这些的领袖，却不倚靠上帝。他们忽视上帝的权威，不认为应该向上帝来负责，所以在败坏当中渐渐的走向灭亡。在经文的最后一部分，把我们带进一个好像用法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。我们听见上帝在审判犹大的长老，还有这些的领袖阶层，并且控诉他们侵吞别人的财产。那上帝呢，就很严厉的来质问他们，为什么来压制我的百姓？可见上帝借着这一些的诉讼，来为他的百姓无助者来做伸冤。受欺负的既是上帝的百姓，他怎么能袖手旁观？更何况欺压者是用极残忍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同胞。上帝自然是上主，他就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百姓当中。我们来默想，我是否有上主的公义眼光来关心我们生活中不公不义的事情，并为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来发声，或者是代祷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上帝来同行。看见这些不公不义的事，我们能够代祷，并能够适时挺身而出。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，上帝的恩典充满你。